最近有一款正青的语音社群 App， 叫做 Clubhouse， 网络顶头有真侪人伫咧使用。不过，即马也传出讲 Clubhouse 的核心技术可能是对中国的技术商 Agora 来的，恐惊有资讯安全的顾虑。最近有愈来愈侪社交 App 兴起来，其中一款是用语音开讲的社交 App Clubhouse。使用者会使伫 Clubhouse 内底开开讲间，自由选主题，做伙开讲。不过，即马有消息指出 ，Clubhouse 的技术其实是中国技术商 Agora 提供的，袂少人听到开始烦恼资讯安全的问题。这内底是处理声音主要的技术吼，是听讲用一个伫咧中国的公司叫做声网啊，叫 Agora。咱若知影讲，若是你的技术用中国的公司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你的资料就存伫咧中国的资料库内底。现代人大量使用手机啊传送资料，有真侪重要的资料拢伫手机啊内底。民众要安怎保护家己的隐私，是真重要的问题。行动应用资安联盟表示，政府针对 App 其实是无强制要求一定要送检，而且面对中国背景的 App， 民众是无一定的要义。会有一些，不会。我不会，就都会使用，就觉得好用啊。技术人员拢知影讲，资料库有分两种，一种伫咧中国，一种无伫咧中国。因为你若资料一旦存在中国的资料库，伊就是讲中国政府随时要摕就会使摕。现在科技真方便，但是隐私也是真重要。民众伫咧享受科技利便的时阵，嘛要注意隐私的状况，来保护家己。记者郭碧君、张玉水台北报道。